我们慧伦正式就昨天我们在这里搬家新的一个道场。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特别的去安排，只是昨天搬家，今天也继续在整理。但是今天第一个呢是空心木日子就是一个月当中的金刚禅的这个弟子来讲的话呢，最殊胜的日子就是初十和空心木的这个藏历的25日，今天是25日，最殊胜的一天。再加上今天也是这个华人的清明节，对吧？清明节的话呢，我在群里面其实前天应该我也讲过了，或者我们那个线上公序的时候我应该讲过。其实清明节我们说是它是一个传统，甚至有些人我看到有人说是烧纸那些都是迷信，其实都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一个传统观念，但是比如说从道德伦理、孝顺等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以大乘佛教的慈悲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经常呢自己24小时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想自己，至少是一年当中你有一天是专门就是能够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信仰做事情，那也是非常已经很少了，但是也是很好的一个统一的，所有人有这个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无论是这些佛教轮回的概念来讲的话呢，它的往生多久，在轮回着哪一个，但是我们就是做善事回向，对他们绝对是有帮助的。而且最主要不是能不能实际帮助到他，我们修行是主要是要培养自己的内心的慈悲心和爱、菩提心。那这是实际行动的。我们那个时候烧纸也好，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这烧绝对是第二善，另外一个是众生。所以这个是其实一种利他的表现。所以虽然我们提前做了这个清明节的这个一个超度，但是今天刚好我们也基本的一些布置都弄好了，也大家也刚刚也在这边，就是我们就弄完了。我说我们现在前来就是修一点点的法。第一个是今天是25号。所以呢，大家都是当然一直以来支持慧伦的，大家你可以都自己，我们就是应该有，我们要这个时时刻刻我们要回向给大家需要的。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本师。什么叫本师呢？就是本来的本师，上师的师。那个本师的概念是所有诸佛菩萨都是究竟上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呢，从我们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哪一个佛跟我们更有缘，这样就不一样了。没有释迦牟尼佛，就是没有今天的佛法了。阿弥陀佛太远了等等，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佛法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而且当年呢，就是密封仁波切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一个有500多页的一个传记里面，特别强调，其实所有诸佛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现，或者释迦牟尼佛是所有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和一个慈悲的化现，所以就是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来这个无着用世的众生。调伏我们的相续的烦恼，所以我们的修任何的法、密法、本尊，很多各种菩萨都有，但是呢，根在哪里？释迦牟尼佛，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根，修行的根、信仰的根在佛陀，所以就是我们先修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再来呢，我们属于一个金刚乘，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开始就是没有，其实莲花生大师。就没有今天的藏传佛教了，所以他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他是第二佛，所以我们念莲师。然后呢，就是其实是本尊也是我们是莲师。如果用个别的人来说的话呢，确实有很多自己的本尊。有些人说我的本尊是谁可以帮忙看吗？但是如果这些看了，如果对你起到一些修行上的一个缘起作用，没有问题的。一些方法都只要是成为了修行上有正面作用，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
但是究竟上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个本尊而困扰，因为你自己的很珍贵的这个道次第上很正确的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慢慢会弄清楚什么是本尊，怎么修本尊。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金刚乘其实是连是就是3根本尊嘛，所以呢，它里面包含了上师、本尊、空性。所以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呢，连是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本尊就可以了。再加上度母啊，我们的修行的路上是必须需要一个具足因缘，牵除障碍。像当年呢，阿底耶尊者来西藏弘法，那他遇到种种任何困难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起心度母，因为度母这个比较特别的时候，它就是度过难关，让我们度过难关，度过各种救苦救难的这个度母。所以遇到任何的这种突发性的或一些意想不到的，我们经常遇到什么障碍，度母是特别的这个能帮忙到的。尤其是他是就是事业成就的，这度母就是事业成就的。事业成就就是这个西增怀注里面的这个也是对，消灭了这个障碍啊。然后呢，就是反正他就是一个事业成就的本尊那个菩萨。所以当时阿底耶尊者啊，很多高僧大德经常也就是起心度母。像我们的上师噶钦仁波切，他也是度母的成就者。所以这个度母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要念度母。所以我们会论呢，以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一直以来做弘法利生的事。可是呢，最主要的，现在我们需要有这种线下的一个道场，大家进来过来，这个不是为了只是一个普通的私教，或更不是来讲八卦或大家做什么那种闲聊的一个空间，而且来这里能够感受到一种佛菩萨给你讲门径，就是能够提供大家修行上在自己的家里没办法得到的这种的一个可以方便和这种修行的一个气息啊，这就是也是我们这一生需要的这个地方的。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当然需要很多的，包括联举啊，我们能不能大声啊，很多外在内在的各种各样的都是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就是我们要起心度母。当然呢，不能完全度母成为借口，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也要非常调整我们的动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来这里，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些方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角色的话，那我们的弘法利生会非常顺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找的啊、做的啊，都是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顺利，更加的圆满，让大家有这个真正的闻思修上面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如果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话，其实这是功德无量的。就像在一个区域没有一个佛法道场，就我们因为我们的努力变成有道场，其实这是非常大的功德。这就佛法来讲的话，是吧？这就算是这个拿一个没有佛塔的地方建一个佛塔，释迦牟尼佛说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就是有实体的这个修行闻思修的一个地方是完全胜过佛塔的。这也是那个圣地菩萨的中观四百论人特别说，你盖了须弥山还盖了一个佛塔，和你就是在一个讲经说法来，就是度化一个众生，或者这个能够让一个众生的现象去产生佛法的智慧，这个智慧的功德是胜过了你盖一个黄金的一个须弥山般的一个佛塔的功德。所以当然我们这个是当然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而且呢，今天我们也就是我们直接与简介前天早天整个过程，还有将来我们有更多需要大家的这个帮忙和支持，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每次这边的修法当然也不能离开大家的这个，我们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回向的对境，来这个一起回向。那每个进来都一样的，没有说是固定的谁来回向谁，大家都可以来，可以念。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共鸣，要相辅相成的，一起能够成为很好的菩提种子，是吧？那我们回向。